平安哦。全是个马去年的女儿。呀娘。
随刘言他提起。七路连灯，哀哭啼。我妹因为落离别，梦里有梦里人。我刘延堂一片思慕是意哟。我们因为乱离，我们由于不能了，与情人参加，我这流言参的也好怕当今。
我
忘了他，岂是此路在定为哪儿去？我们这门功德辛苦，不妨在此歇歇死。明子，我们为此什么所在？爹娘，我们为此月老子，什么月老子？月老子。
不怕被那海浪子跑吗？此乃怨人，就你这一色一叹呐，我的这心脏坏了，我的良心脏也绝了啊！老命，哼，那是因缘由你自己安排，却用不到我这张，我心里倒是有点生气你。我去那帮绳子将你破了，你当真要破？当真要破？那好，你就来破吧。香月郎啊，这一光风声要破把球破在力量的心脏啊！
小两位，一家有还没呀？
与我追死。小妹三姐，儿郎哥哥，好一个妹妹，你死的好心乖。可老李心生出老中人，已经问为人为兄姊妹婚事遥遥看成小年子。难做伴，他允愿我很相亲，因此让我留下的错书恨，呀一个亲男新女配六人你放肆！你5年论语一大成，取得我成言傲气。你我身怀
你竟然还不死掉这私叛之心！爷，我死心，自己是黑水贵妇，三奉道义堂。忠臣将也，将他当成华山下。在为父阿弥陀
芳香姑养成香成长大，留得去生一脉根，不枉人等金榜换天子，才望他披上一月就托你公公，托你公公。娘子啊，总是老祖去中原，天子
看此些老母正在堂空，不过王大水当节目请去好。两个奴才，好在有关公主为我慌慌张张逃回家来。哦，莫非这有关很多勇士被牺牲得当了？哼，为家来为父一步去逃。弟弟有什名字？孩儿的牙棍之中。这关怎么样？孩儿的牙棍之中因此得罪，将那进府所打。打？打死了！就想你怎么讲？将那进府棍高打死了！弟弟。
爷，老爷，此问从何说起？谁呐？你有所不知，这两个奴才好好的有关动手，一直是随着了金富贵帮打死了。此话再见。将金富贵帮打死了。你
明白，妾身为顾丞相，丞相念到事情不婚早，乃是丞相当此的。去儿你，那去儿丞相之身，他也是这样子的。是嘞，万事没有明白，没有明白啊，老爷。一切正合来去，正是本论。丞相先行求讲，这情夫贵宝一定是丞相当此的。夫人，我看丞相生的老子，去儿教养正气，这情夫贵宝一定是去儿当此的。我看丞相，我看是去儿，丞相，去儿，丞相，丞相。夫人，你好糊涂哦！老爷，你身为罗水正道，上为朝廷万事，下为万民分忧，事情你两个奴才都生不明白，你哪来马冤却生不成啊？夫人啊！向下官身为罗水正道，上为朝廷办事，下为万民分忧，调兵不满，下跪披麻，虽然下官之身亲身办事当，同在各规格。事情这两个奴才仍然下官责任，我同有白事，你叫我当在哪一个奴才的身上？我同有不过，你叫我跟在哪一个奴才的腿上？有道是清官难断家不死哦，我有责难死去母亲儿子思前行，我一场杀子两死，谁成谁？看不我死荆棘。我想请本告重视真相当事，那请崔老的就会请保护去了。这个幸福前面大臣启禀这两路的一起送你老爷呀，当时许明可老爷命那把去儿去明去。虽然杀过去，我想把真相去地明，真相为什么一片心？杀不送儿去地，那只看军人杀人，这个清军的法警有些其他来打人。那丞相在的我生养也是我。从小无育长人等，两个孩子我养的，那丞相也要与他来担承。话不当真，不错。
对，不想把，不想把去儿去他去你。居下丞相儿，不为了谁我错事，一片心，心目毁灭神界路，怪难天了手心灵，心目为我留一场，哇塞呀，听十三情，心目为我留一场，情深儿子不介意，今日里这家丞相去第名，要举心无可恨，夫人啊，你要自杀了妻儿子，你好比救他如此娘娘啊！南极老鹰悲哭尽，菩萨菩萨求儿子。
高僧，菩萨菩萨求儿子，可怜生母千载冤仇无人问，菩萨杀力求真乃是母子不容同
呀。
在马路迢迢去路街，晚风凄惨的路难迎，倒不是华山里的把名字放，他只为家儿来指引。街上你母亲都报上，你要聚一聚往事娘亲，救命！我爱的弟弟好。黄昏早走五更灯着，上在城走又在城地，为娘望你一路平安，找到华山去见你那真正母亲，也不忘为娘发誓一生母亲。儿啊，对到儿啊，8年之后，你就要到为娘身上系上一切话已讲完，你快快到身去吧。丞相，你要记下了。娘啊，母亲娘儿三生，发自自己很用心啊。不认识我儿小丞相，我再把你托给你儿的脸。
我的生下来承认，弟弟他终于为难是难听，多亏当朝往日梦，他放弃了儿大情人。难得去儿爱兄长，难得往日杀情深。他们指望我是苦的花才女，我怎能将他们过到春一分？丞相啊，计算当时清官高，正好叫你去儿兄弟陪你受病，你是所谓尊荣。
把上层的财命自己赚。惜我之言的黄日谋，他发子的恩人娘公你，母亲你真管不罪，只是娘还要在华山这的罪，但等就成母亲儿，再为老岁把开水。万事忙地在农夫乱在跑，林河大树按我大嘴所叫，日后西山人乱在跑，要去可去呀，母亲愿深深深我困扰。能把
这里怎么没有人？到哪里去看看？就是他，叫他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人家正好3人，你为什么推出我的戏啊？呸！公人虽就是天下子，人黑就是路边骨。我吃了几个野生当，大去小鬼出神。哟，我是这个气球，你这里面呢？结果这倒是啊，是我15番多少兴趣就种起来的。不管到底生活，相信也得一生活。其实当年强我可以来开恩，却上山我家师傅嘛，就是霹雳他，霹雳等我前去救他。娃娃笑得无理。娃娃，你偷去了我的喜桃，当了我的徒儿，时候到了。先是用的，我最想人家，因为很老马三爷娘亲，谁想我一定先放。丞相，你要叫我是不是当那杨二郎？像那杨二郎神通广大，你要再救你的母，恐怕你的功夫未到。丞相举目清晨，就是千难万难，我也要举城娘去。丞相，举子你何惧？答应起我批喜爱之心，这下又把杨二郎叫得劈山神父。
丞相，你不谁子快快下山救你母亲去。
Thank you.